大家好，我是伙计，今天网络喝醋边，因为今天的设备好像在塞性得，可能那个我平常根据我刚刚跟那个炫灵讨论的结果，应该说我平常对我的电脑太好了，所以它现在娇生惯养，它就好像有点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只能用跳开台。那我应该就不用介绍我自己了啦，那我们就请今天的来宾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嘿，大家安安，我是一只金鱼炫灵。家们，这个台语有标准吗？我觉得蛮标准的，简直可以用全台语。你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勉强啊？哦，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吗？没有、啊，没有吗？我只是想要问，平常金鱼都在做什么？为什么会跑来陆地上呢？平常金鱼开台大部分是开杂谈台，对，好像听起来好像是废话，就是现在开台比较随性一点啦，大部分是突发这样。然后最近呢的杂谈大部分是那种主题杂谈，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些主题性的东西，像我们最近在讨论企业式 VTuber 相关的一些事情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的频道或者我的推特，去可以注意一下，就最近要讲什么话题，我会事先在推特上面跟大家公告。好。我现在介绍自己都介绍了，好心虚哦。为什么？为什么心虚？就是因为通常介绍自己就会要介绍一下自己最近在干嘛嘛，就是我的频道我的台在干嘛这样子。但是就如刚刚所说，就平常也不是平常，最近开台就是比较突发一点，也比较不一定一点，然后就好像搞得好像没什么特色可以介绍的感觉。哦，这边突发让你有一个心虚的感觉，开太少台，是这个意思吗？对，你说的对。这个也没办法吧，毕竟也是有其他的工作要忙，所以的确就是。对啊，真的好累哦，很累哦。我真的觉得真的好累哦。有正职要工作，然后又要开台，真的是一件超级累的事。对呀，到底我真的认真觉得，就是平常早上有正职，然后晚上还可以稳定开台的人真的很厉害，蛮恐怖的。对啊，那就大家都不会觉得说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把脑力耗光了吗？啊，我会耶，对不对？之前还有在打工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开个2台，就觉得自己蛮了不起。哦，真的哎，真的，我现在觉得我一个礼拜有出现一次就很厉害了。太好了，哇！对自己的那个标准越降越低，越降越低。这也没办法啦，就是毕竟人的那个精神是有限的，没办法要求主播又要这个又要那个。真的。对呀，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天川柚香晚安，还有 Jumbi 晚安，以及斯洛姆晚安。晚安。耶，好，那好。对。听说你蛮喜欢开主题杂谈的，那我们很适合来转这个话题转盘，然后我打个预防针，我喜欢开主题杂谈的原因，其实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太凭空毫无准备的跟大家聊天聊1-2个小时，所以我需要就是先准备一个主题，让我有那个脉络去依循，我才不会忘记我要干嘛。可以打预防针。没有啦，我没有很会杂谈啦，没有啦，哈哈。哈哈，我又虐待来宾了，太好了。啊，可恶，我中计了是不是？对，从你被邀请来答应的那一刻就来不及了。哇，从那么早就来不及了吗？没错，现在没有逃跑的机会了吗？如果你挂我电话，一言不合就开转，是不是？拿你没办法。哦，这题我刚好有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有人问我答不出来的，你就是来问来宾这样子。好，念一下，把男生穿女装当成是一种搞笑桥段是 OK 的吗？没错，就是这个感觉蛮常看得到的齁，什么尾牙表演，然后可能就会故意
就男生就会故意穿女装，然后一定不是穿得很好看，就是故意穿得很好笑的那种。了解了解。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刚想说，男生穿女装，很棒啊，很香啊，很棒啊，不好吗？哦，原来是像那种场合的女装哦。我想当成一种搞笑的桥段，我觉得只要当事人愿意，没有不好啊。对啊，就只要他不是就是怎么讲啊，被赶鸭子上架，也不是赶鸭子上架，那种被逼的。哦。对啊，被迫，然后被当成笑点笑料那样子的话。如果他本身自己愿意去担纲那个开心果或者是搞笑的角色的话，那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哇，星野一一刚进来看到这个题目，情绪复杂。依依很心有戚戚焉嘛，但是依依平常穿女仆装是自愿的啊。对啊，感觉那不是在搞笑感觉其实差蛮多的。对啊，你是认真的在穿女生的衣服，不是就是为了搞笑而穿啊。哇，我觉得你说有道理，就是要就是重要的其实是她穿上这个会被传统的框架分类为女装的衣服的话，对，虽然我个人其实是觉得衣服就是衣服，可以不用特意去区分男装女装，但至少在传统的观念上，我们就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就叫它女装。我觉得好像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要看她穿这个到底是为了以搞笑的方式取悦其他人，还是她就是要穿漂亮，感觉好像从这一点去想的话，好像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哦，那你原本纠结的点是什么？会感觉好像有点怎么说呢？至少在跟我相处到的一些可能长辈嘛，他们的认知里面，就是男生穿女装就是只有搞笑这个形式，他们没办法理解，就是有男生会为了觉得好看，想要穿裙子或是穿女仆装。对，我不知道持续做这样子的一个搞笑方式会不会加深这个刻板印象，我是不确定啊。是这个角度啊。对呀，我有时候就会想比较多。不过我觉得你说有道理，如果大家都能区分出它的用意是哪一种的话，好像大家只要够聪明的话，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对，我觉得现代人应该比较不会对男生穿女装这件事情有太大的歧视吗？好像不好说。有的话可能也不敢表现出来，因为会被骂。对，因为会被骂。我也是蛮臭的，对啊。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就是这样子的行为可能会加深歧视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是有道理的。我可能随着时代的潮流，可能还是人类还是会进化吧，就是想法上还是会比较进步吧，应该慢慢的就可能比较不会有这种男生穿裙子一定是在搞笑的这种过时的刻板印象，应该会变好吧，应该吧？对啊，应该会变好吧。像刚刚有人说到，就是还原度够高的话，那就叫做兄弟你真香。我觉得其实可能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当你今天把它当成是一个搞笑的桥段在表演的时候，那你在装扮上可能当然就不会那么用心。就是你今天作为一个男生，然后你去穿的一个女装，大家就想象那个古早时代捧恰恰，我不小心把人家讲出来，就是捧恰恰那个时代的那种表演方式，就是穿女装，然后涂那个超红的腮红啊，然后蓝色超大片的眼影啊，就是故意扮丑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他很明显他的目的就是搞笑，那我就觉得他没有，他可能就比较没有歧视不歧视的问题，因为他今天做这个丑的装扮，不是因为穿女装所以丑，是他整个的怎么讲反差吗？还有整个的装扮的不合逻辑，不合理之处，所以才让他变得像在搞笑，不是像他就是在搞笑，让人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今天如果是穿一个恐龙装，然后画一个超级大浓妆的话，那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甚至是一个女生，她只要把妆容画成那个样子，就已经是很明显是故意在扮丑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是就是针对女装这件事情，但是确实它可能会对一些人造成影响，就会觉得说哦，男生穿女装可能就会变成是长这个样子，就男生长得这么魁梧，然后又不会化妆，这边乱画。懂了。就对那个思想比较跟不上的人来说，可能会加重他的刻板印象，但是对大多数人也许还好。对。我有被说服，那我想跟你想法差不多。好喂，达成共识，没有第一题就吵架。然后要吵架吗？也是可以。要吵架吗？没有啦，我不太会吵架吗？他们不会吵架我只会在没有啦，我们没有要吵架。对啊，我只会在聊天室都是同温层的时候开始抽不在场的人。好坏哦，怎么有这种主播？抽不在场的，我不会下一次你开台的时候，我就偷偷被抽。上次来的那个金鱼啊，真的是，就明明就没什么料，然后还会假装自己好像很会杂谈，话那么多。不可能，我是这种人吗？天哪，原来我在心中是这样子的。没有，怎么会呢？我就只是做一个浮夸的假设，搞笑，对，搞笑，没错，对，不是针对你。好，看来还没有要吵架。我们看今天结束的时候还是不是朋友？好，没问题。好，趁转盘的时候说个僵尸晚安 ，Mercury 晚安，你们很好。晚安。我们有点那个正能量的了，太好了。正能量。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很幸运的经验呢？幸运的经验，我想一下。不可能没有吧？我要想一下，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偏悲观的人，所以就是平常就是有什么小确幸的话，我其实不太会有太大的感觉，或是可能就只是当下会觉得说哦好棒哦，然后事后你如果像这样子突然问我的话，我会想不起来，因为它就是一个当下的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当下快乐一下下，然后就把它忘了。对啊。我想一下。最近觉得幸运的经验，还是你先分享一下你的，说不定会唤醒我的一些纯粹的记忆。好，我想想，幸运的经验吗？好，我不要说是谁啦，但是就是我身为一个对台语蛮有兴趣的 VTuber， 就也会关注一些，好像也有在想要接触台语，或者是想要多做一点跟台语有关的企划的人。然后最近我联络的几个人里面。就是因为我还蛮想要，就是多交一点对台语有兴趣的朋友的。然后其中反正我是个蛮行动派的，就是我只要想到，就是会蛮脸皮蛮厚的，就会直接去邀请他。然后目前是有其中一位有回应我，就蛮开心的，因为他比我大尾很多。然后但是其他我想一下，这能不能讲啊？反正就是我想要邀约的人里面，有回应我的人还蛮多的，然后我觉得有交到蛮多新朋友，然后都还愿意跟我一起讲台语，这件事情蛮开心的。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确实，恭喜！真的，因为我在邀请人家的时候，我通常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多少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会觉得自己如果流量跟人家差很多的话。会不太敢主动提出邀约，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所以我都会逼自己去接触一些可能流量量级差很多的人，所以基本上那个你好勇敢哦，就反正也寄 email 不用钱嘛，我就想说跟他拼了，对啊，基本上也是抱持着那个这么做10次里面可能只会有1次被回应的这个抱持着这个假设，但是就是会回应的比例意外的蛮高的，所以还蛮开心的。恭喜，期待。那你有想到什么幸运的事吗？完了，你刚刚这样子一边在讲到我一边脑袋高速运转，然后我还没有想到，跟我一样。但是如果是像你刚刚说的邀约的经验的话，
我觉得火神来邀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幸运。哇，真的假的？对啊，因为就你看我的台，就是看得出来几乎是没有联动的。对，就是火神愿意找我来联动，我非常的开心。而且就是你知道，不用自己开台就有台可以开。哦，对啊，我也蛮喜欢去当来宾的。对不对？是不是很快乐？很快乐。对啊，就不用自己开，然后就什么事就给台主弄就好了，然后问台主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然后就把能帮的帮一帮啊，剩下的就我也帮不了了。是没错，是没错。对，我就负责出一张嘴这样子，哇，好开心，好开心。哇，希望那个 VTuber 朋友们也可以需要来宾的时候可以找我。没问题，没问题。太好了。对，我下次想一个可以找你的那个杂谈主题。哇，太好了。好那其实就如同我在今天的标题里面说的，聪明金鱼，就我感觉，看你开台分享，感觉也是蛮有想法、蛮有料的，所以就把你抓来。这样就有在聪明的范畴里面，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只是很会唬烂，很会就是找理由？我觉得那也蛮厉害的，会乱讲话，那也是一个技术。你要这样子讲的话，好像也没错啦。如果你把这个算在聪明的范畴里面的话，对吧？要那个找理由啊，或是要装忙不要被抓到啊，或者是要怎么样，要偷懒，其实都是要动脑的啊，确实对呀，那很厉害，好不好？把聪明用在不太对的地方不要伤害到人的话，应该没关系吧？确实。像我觉得在打工的时候偷懒就也没有很过分啦，因为给的钱也没有多少。对啊，个人的怨念。上班偷懒是，对，上班偷懒应该是那个人之常情吧？对呀。就是上班，如果你都很认真好好做的话，你其实就没有赚到钱，那个是你应得的钱，你要偷懒才会有赚到的感觉。对，就是上班上到一半去厕所的时候，都会想说，我只要在厕所多待1分钟，我就是赚到。真的，没错。对，尤其是打工的时候，就是算时薪，有没有？你上越久的厕所，你赚的越多对啊，你就坐在那边吹冷气，然后你就是可以放空，然后还有钱呢，我的天啊！没错。哇，想打工了，想打工，想不开，想当薪水小偷了。对呀，希望大家可以被我偷钱。哇！你对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这句话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很难念呢，这是我第一个看法。有什么看法？有什么看法这个我觉得这个在古早的时阵应该是比较有道理啦。现在可能越来越讲求所谓的男女平权，所以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有它的道理在，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吧？吗？我不晓得。有点道理。那你觉得呢？作为生理男性，我这样问会不会很没礼貌啊？你有追过人吗？还好你不是问被追。那个是等一下才问的。那是下一题，是不是？我有追过人吗？不太算追。我想想啊，追应该严格来说就是做主动的那一方嘛。我的想法是，就对，表现出那个好像不算，就是表现出你对对方有想法，好像不算追。我觉得可能要做一些行动，比如说每天买早餐去他家楼下这一类的。那严格来说没有。对啊。那你有被追过吗？这能讲吗？不能讲就跳过。虽然我母胎单身，但是还是有的啦，好不好？好啦，问别人问题自己也要回答，这是基本礼貌。我好像都没有我也没有追过人，也没有被追过真假的？你没有追过人？
对呀、真的假的？真的是都没有看上眼的，还是不是不敢就是跨出那一步？我会告白，但是我不会做那种，比如说那个你告白之后，然后对方可能跟你说，好像要再想一下，或是还不确定。然后有些人就会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天买早餐去他家楼下之类的。对啊，你说先告白吗？或者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就算没有告白，他开始做这种动作，其实就很明显了对啊，但是我都不会做这种事哦，你都没有进行那个买早餐去他家楼下的动作哦。对啊，可我真的有那你会嘘寒问暖吗？嘘寒问暖，因为我本来就跟一般朋友也会。你说的嘘寒问暖是到什么地步啊？到什么地步哦？我想一下，假设他今天发了一个限动，然后就说哦感冒了好不舒服，然后你会特别去私讯他，还不是回限动哦，你就直接私讯他问他说，最近就是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有没有好一点啊？有看到你的限动啊？有没有需要假设你们如果住同一个地区的话，那你可能会问一下说要不要帮你带一个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哦，我觉得这个也很明显呢。那我好像对啊，蛮没做明显的过这种事。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是都没有女孩子入你的眼吗？没有，可能是我觉得害羞。我觉得做这种事情跟告白其实没什么两样，那不如直接告白吧。哦，我想法比较异类一点。哦，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是觉得我跟大多数人真的是蛮不一样的虽然我也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做。对。所以你有告白过？这可以讲吗？可以讲啊。就好对啊，然后要么就是被拒绝，要么就是在一起嘛，也只有这两种下场。对啊，一说告白不在追的一部分吗？我不知道不是吗？我不知道我认知的追就是一个，也不能说骚扰，但是就是一直做一些拉近距离的举动之类，对，拉近距离的举动，对。哦，那你在告白之前对对方都是像普通朋友这样子吗？对啊，好怪突然觉得自己很异类。那这样对方他要怎么就是接收到那个哔哔哔火蛇喜欢我这样的那个讯号？就是一接收到就是直球了，真是为难大家。想一想觉得还蛮为难的。超好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的是收获满满。如果等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被吓死，想说那个前面都没有任何预兆，然后就突然一记直球直接砸在我的那个鼻梁上面的感觉，好痛。对啊，好痛哦。那大家自己考虑一下，可以不要学火蛇。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是适合你的方法的话，那就继续这样子保持，我也觉得也是 OK 的。对啊，说不定我觉得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路啦，好不好？说不定有人很吃这一套，喜欢被砸鼻梁的，也是有可能。对，说不定就是有人喜欢这么直球的。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所以我才会这么做啦。就是你不喜欢中间那个在猜，他是不是喜欢我的那个过程，这样子吗？对啊，可能我没什么耐心，我觉得喜欢直球对决，对，蛮喜欢被砸鼻梁的。有道理，被砸鼻梁什么？鼻梁很痛。对，不要学，不是不要学。如果你的对象不怕被砸的话，学一下。如果我会怕的话，就是你就是早点解脱啦，就是直接。好，对，你要这样子说也没有错。那我想一下如果回到这一句话，我突然觉得我没什么发言权没有在追人，还敢评论但我觉得有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这可能真的是比较旧时代比较好用的，就旧时代才能比较能用这句话去理解。我觉得在现代是越来越不适合，而且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不正确啦，但是女追男隔层纱这句话为什么会成立？我
觉得可以想一下，就是是不是因为有一些男生就可能只要是女生，或是只要是女生主动一点，就会马上沦陷。我不知道，你讲的好委婉哦。对啊，对啊，我不知道这样子的男生是不是你想要的，就是我不知道啦。虽然我不是女生，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换位思考啊，如果是有一个女生，她基本上是只要任何男生追她，她都 OK 的话，我好像也不会想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对，确实。但是就有一句话说，送到嘴边的肉哪有不吃的道理？的确，我没有说不能这样子啊，我只是说我个人就是可能不会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那如果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很怕被骂。对，也没有啦，就是因为现在那个感情的形式也蛮多元的，所以确实也没有说一定非得要符合什么样的规则或是价值才是好的。反正互相没有伤害，好像就 OK。看你想要怎么样子？对，互相没有伤害。没错。你要跟初音结婚也是拿你没办法哦。我是不是得罪人了？刚刚完全没有任何嘲讽的意味哈，大家这个是真的可以哦。对，大家不要急着截取这一段，完蛋了，然后上什么避难所或扑浪偷偷说之类的。我离岩上绝对没有在嘲讽。我离黑红又近了一步了吗？完蛋了。好，不会啊，应该不会吧？讲归讲，还是有点期待，觉得只要够红，有一天就会被烧。哦，原来是期待这部分吗？我刚刚想说啊，期待那个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吗？啊，不用，我现在已经名草有主了，应该是没有这个需求。但是我的观众会拿我跟男 V 凑 CP 耶。哦，大家就喜欢看这一位啊！现在看那个男 CP 是这个时代的流行。唉，虽然我也蛮喜欢看 GL 的啦，所以我也没资格评论什么。大家各取所需啦，好不好？大家各取所需。对啊，自己的 CP 自己凑，图自己画哈。这样就有 fan art 嘞，是蛮 OK 的。没错，大家听到了吗？火蛇的许愿。没错，我就是在许愿，什么都好，快去画画吧。你最近一次失落或是怀疑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呢？哦，最近一次啊，最近一次应该是那个吧，工作上的事情吧。哦，这是能说的。对啊，因为最近就是工作还蛮忙的，然后就蛮多事情交代下来的，然后我又是某个大型专案的 PM， 然后我就在想说啊，这样子做就其实算是我第一次当 PM 吧，就当这么大型专案的 PM， 然后就蛮真的是挺瑟瑟发抖的，就我这样子做对吗？我真的 OK 吗？这样子。可能类似像这样子。我没有当过 PM， 但是感觉 PM 就是压力超大，感觉老板要问问题都是直接找你算账，对不对？对，但是压力大嘛？我今天才在跟我同事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同事就跟我说，就是呀，你最近看起来压力超大的。我是想了一下，我就想说，我现在是处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状态嘛，就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就与其说压力大。应该更准确的说，现在的心情比较偏向是不安，因为不确定这个活动它有没有办法顺利举办，然后有没有办法，我的事前准备够不够全面，然后我是不是有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啊，然后当下会不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啊，或者会不会我们到了活动现场以后才发现说啊什么东西跟我们原本想的不一样，要重新调整之类的，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天哪，好可怕啊！但我觉得这个比较偏向是不安，而不是说压力大吗？不晓得，或者是我自己压力大，然后我没感觉。也许每个人理解压力的方式可能也不一样。对，也有可能。焦虑不安不算压力大。对啊，我觉得这是分开来的。那你觉得怎样算压力大？
怎样算压力大？就是觉得啊，怎样算压力大？我想一下，怎样算压力大？好难的问题哦。跑去准备跳海或者去海边大喊这样子吗？也不会耶。我想一下哦，是你跳海算是回家吗？金鱼是淡水鱼。那跳海算自杀？对，跳海算自杀。超级好笑。对，也是淡水鱼。好好笑哦。怎样算压力大？我没有想过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对我来说，压力大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就像可能以前读书的时候会考试之前压力很大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嘛，就是一个泛称嘛，就是可能压力大的包括的范围其实很多。也许，但我觉得，我想一下啊，我觉得它可能是跟刚刚提到的焦虑不安这一些，可能是放在同一个 level 的东西嘛，就是我觉得很焦虑，然后我也可以说我觉得压力很大。这样子。OK， 好像有没有退路的压力啊！我觉得有哦，这个解释的方向。就是你已经当 PM 了，逃一件事了，也没办法不把它做完这样子。但是当 PM，我觉得还算有退路的，就是你一个活动，你可以很盯紧的去办，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很随便的去得过且过这样子啊。可以哦，可以很随便哦。就是看你要做到100分还是做到60分就好啊。有道理。对啊，我这一次如果只做了60分，那这个活动它过了就过了嘛。那事后报告的话，事后跟老板报告，只要那个成果不要到太差，那就也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如果像考试的话，你就是没考好，好像就天要塌了一样，然后家长会请了你说，你考试没考好，你以后有什么出息这样子。然后少1分打一下。对之类的。反正是考试压力比较大吗？我觉得考试压力比较大因为考试对我来说，考试它就是一个会怎么讲，会决定你人生方向的一个东西嘛。就像可能高中考大学的时候，你要决定你的科系嘛。那像这个，它就是确实会影响到你的人生的一个应该说决定你人生下一个阶段的道路要怎么走的一个转捩点。原来如此。对啊，当然不是说就一定要好好读书才有出息。所以我刚刚说的是，就是我们论选科系来说。总之就是你觉得考试就是对你人生造成的影响，比你办一个专案有没有随便办还要严重。好像确实是不过的确，因为我觉得小时候能决定的事情太少了吧。对啊，就是小时候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真的太少了，所以就考试考砸了，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对非常严重，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然后还要被骂。对耶，就可能被老师教训，又要被家里教训，然后自己也很对啊难过了。对啊，就考卷发下来，你看到那个数字已经很不高兴了，然后那个可能每一次期中考，每次段考或是期末的时候，又在一直发成绩单给你，跟你讲说，你这个学期表现得多好啊，或者表现得多差啊，这样他就会一直这样子不断的提醒你这样子，很可怕的确，我好像也是，虽然我已经脱离学校很久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梦到，就是差点毕不了业，然后考试考很烂的梦。对，超可怜，好可怕脱离那么久了。天哪 ，PTSD 耶！对，然后醒来就会很难过，想说又要延毕了，然后想起来不对，毕业多久了，白痴好可怕对啊，很好笑，我觉得蛮好笑。还好我最近做梦只有梦到工作做不完。其实也蛮惨的，我觉得梦到在工作超亏耶，就是梦到在工作，你已经工作完，然后你醒来就要真的工作了。真
真的，我跟你讲，更扯的是我朋友，他前阵子跟我说，玲玲啊，我前阵子梦到你耶，你那时候就是我们一群人，然后来我家玩，然后我们一群人这边想说Switch 要打什么啊，然后电视要看哪一台啊，然后结果你在旁边说，等一下，我要先工作一下，你们玩这样，我就想说，天哪，我连在别人的梦里面也要工作是怎样？你平常会这样对待别人吗？就是跟人家约，然后说等一下我工作一下。不会。为什么啊？为什么啊？我不知道。天哪！我只是偶尔可能会回一下工作的讯息，但就是赖这样子稍微可能传个贴图敷衍老板这样子的程度而已。敷衍老板，大家都听到了，现在有至少7个人听到了，太好了。应该还好吧？大家都有具备这个技能吧？对啊，我也蛮爱敷衍老板的，对吧？那是一定要的。对啊，一定要的，必备技能。哇，我想想啊，我最近失落后怀疑自己的原因是，其实我有点工作狂我蛮喜欢，因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所以我都会把自己的行程排到很紧绷，但实际上还蛮常会发现那天根本就做不完我原本想要做完的事，然后就会蛮失落的，然后就觉得完蛋了，明天又有更多做不完的事。对呀。不过解决方式，行动力会很强，是没错，但是就是好像不能一直这样子，因为就是客观事实就是那就是做不完，所以好像还是要调整一下。所以像我目前就是那个街访的短影片，通常都是1个礼拜上3支，但我上礼拜真的没办法，我就直接跟大家请1个礼拜的假，感觉有时候给自己重新整理一下也是蛮重要的。休息一下。对呀。但有些人他们真的是就是做不一定是真的工作，就他只要去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情，像你可能开台或是做这些短影片，这对你来说就是有生产力的事情。那做有生产力这件事情，就会让他可能产生一些能量。你是说像滚雪球那样子吗？就是如果你缺乏动力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有生产力的事情。然后我是有听过这个方式，对，类似的概念，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会就是闲不下来的那种嘛。对，我就是。那你可能就是类似像这一种类型的人，就是只要越工作或是越做一些对你来说有意义、有生产力的事情，就会让你的心灵富足，这样。的确。我觉得只要不是就弄得自己压力很大，就1个礼拜要上3支片的那种程度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做得开心的，然后也不至于说把自己的身体或是心理健康状态搞差的话，那我觉得就也挺好的。在健康的范围内的话，应该都还不错啦，还不错。没错，是没错。但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太不健康了。对，但这也没办法，这可能是一生的功课吧。一生的功课，先顾好自己的健康。没错，如果解决不了，它就会从一生的功课变成医生的功课。哇塞！太狠了！哇！鼓掌！谢谢。超级好笑，救命啊！我们来面对别的问题好了。哇，这么硬吗？这2题都很硬哎。你觉得异性恋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我觉得有。你是异性恋吗？我是。那有了，我们对，我们都是异性恋，我们很纯。对啊。这样讲超怪。很纯啊。好像吸了什么东西很纯。我不知道可是感觉好像很多人就是打死都认为不会，就是没办法，异性之间没办法有纯友谊。那就是他不纯。对，那就是他们双方有一个人的思想不纯。
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我们人都难免的会以己度人，就是你会揣测别人怎么做，其实通常是因为你自己也会这么做。所以如果有一些人他打死不相信异性恋男女之间有纯友谊的话，那可能是他没办法，他就会以为大家都没办法。刚刚有道理。对啊，因为确实有些人，我觉得有道理，也没有要歧视，但我知道应该有一些人是真的没办法，所以对。恋爱脑，有人说可能是因为恋爱脑，我觉得也有道理。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在单身的时候也蛮恋爱脑的，可是我不会，我可以同时晕一个人，然后有其他女生朋友啊。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对很多男性异性恋来说很困难哎，就是只晕一个人这件事。那我帮不了哎，自己加油。我至今还是没有很理解那个状态到底是怎样。他们比较听起来像你深受其害，真的是深受其害哎，真的，真的啊，就是不知道，我帮他们找了很多理由啦。其中一个我帮他们掰出来的理由，就是因为男生通常哈，不是指全部，就是通常男生都比较心思没有那么细腻，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很敏锐的察觉到一些细微的情感。所以呢，他今天可能假设他对 A B C D E 女。A 女、B 女、C 女，对，可能他都觉得大家都还不错啊，大家都挺好的啊，就他可能也不是有意的，你知道吗？他不是像那种乙女游戏，就是在累积那个好感度条，他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他可能不是，他可能不是很有意识的。对，他不是有意识的在经营这么多段感情，他只是就是正常的在经营他的友情，然后只是刚好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好感度条跑得比较快，刚好到了那个界限了，刚好先抵达那条线，然后就好，那我选这一个这样。我觉得你刚刚说到一个点，我蛮有想法的，就是你说可能蛮多男生没办法察觉到比较细微的感情，我觉得这可能跟社会普遍给男性的期望以及就是整个教育都有关系吧。因为传统性别框架下，就是会觉得男生不需要那么的擅长发掘细微的感情。对，这个也不是广大男性不完全是他们自己愿意的。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也经历过类似这样的阶段，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也包含察觉别人的感情跟察觉自己细微的感情，都是有点困难的。对，所以的确，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不行啦，因为你也没有真的给谁承诺你要一次晕很多个人，你也没伤害谁，其实也没关系。对，但是就是这一点最让人生气，你知道吗？如果你让人家觉得你有对他有意思的话，你还同时对很多个人这样，可能会让蛮多人会觉得不舒服或者受伤吧。对，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尊重问题。对啊，你今天好，你要同时多看几个人，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就多看看嘛，去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嘛。但是你如果对 A B C D E 都发出一个就是好感的信号之类的，你不要帮5个人都买早餐，然后每天早上都跑去5个人的那个家楼下啦，不要这样。对啊，就是一次传给5个人早安这样子。哇，还可以直接分享转传，你以为是长辈传早安图吗？真的，先传一个，然后长按分享这样。太无情了。哇，猫猫卡也蛮狠的，晕船的时候可以在不同的船上吐，有道理。这是一种分散风险吗？好像算吧。就比如说，那把女性朋友当兄弟呢？哇，好问题。那我最喜欢先问别人了。你有被当兄弟吗？我吗？对啊。我有被当兄弟吗？可能有他没有直接明确说兄弟，所以你不确定是不是？
对啊，他是没有这样子，但是就是表现出来的态度，因为我们是就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就几乎快要一起长大的那种。哇，这感觉就是那种有一个词叫什么 friend zone 吗？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已经被归类在朋友了，就不太可能变成别种关系。对啊，当然就是不一定啊要在一起的话，我们200年前就在一起了，然后会拖到现在啊。哇，这是什么歌词吗？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爱人错过，对对对，哇，很好 Q 耶。哇，我觉得有道理耶超好笑，因为感觉多数人就是如果已经很确定就是朋友的话，就好像就不会有那种恋爱的成分出现了。对啊，就算我觉得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就是长得又高又帅，然后又去国外留学，然后现在也还在国外这样子，然后又会讲很多国的语言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妥妥的人生胜利组的那种恭喜他，样子。恭喜。对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但就算如此，如果你叫我想象一下跟他在一起的画面，我真的是觉得不要真的没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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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的确，就是我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不是我把人家当兄弟啦，比较常是人家把我当姐妹，但我觉得一样意思。我是直男，但对，就一样意思，一样意思。我觉得我还蛮阴柔的，我是个阴柔的直男，所以会被当姐妹也是，虽然是传统的性别框架，但是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我从小就是女生朋友比较多，就是可能我觉得因为我个人特质的关系，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啊。你说一见面就要先撞一下胸口那种，对，你举例举太好，就是这种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知道很多人会，我知道大部分普通性别框架的男生都会这样，但我就是没办法。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勾个肩膀啊，我靠腰，我还要闻他的汗哦，真的假的？我没办法就极好笑了。对啊，所以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但反正就是也没有不好啦，就是我可能就不是一个很普通，哇，这样搞得我很特别，我就不是一个很普通的男生，不是一般认知或者说框架中的男生的形象。没错，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应该蛮有共识的吧？我们就觉得会有。有啊，怎么会没有？对啊，如果没有，就是你思想不纯啊，好不好？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不纯也没有不好。对，也没有不好。对。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大绝招，就是如果你相信忘年之交的话，我们这个话题就可以结束了。你想想嘛，你能不能跟你阿嬷当朋友？对吧？如果可以，如果对啊，因为其实像我是我不知道啦，长辈都蛮喜欢跟我讲话的，所以就是包含之前在打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阿桑这样讲对吗？想要跟我聊天，然后也确实有交到一些阿桑要叫姐姐啊，姐，他交到一些忘年之交，也没有说不能不纯啦，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我就是很明显的是纯友谊。确实，对，确实，当然也没有说不行，但是，真的是大绝招哎。对呀，那可能对多数人有效。好，下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那样反问他。你就跟他说那个早餐店阿姨啊，要不要跟他当朋友？你会跟早餐店阿姨对他产生一些特殊的情愫吗？也没有不行，但是他对也没有不行，但是你想象一下，可能有老公啦，不要这样啦。啊，对，确实。对，好，我们继续。好，看有没有辛辣一点的话题。辛辣吗？怎样算辛辣？辛辣吗？刚刚好像还好。这个蛮刺激的。哦。如果你现在重新出道，你会有什么跟之前不同的策略吗？你会做什么改变吗？会做什么改变？可能不要出道吧。哇，好彻底的改变。好累哦，当 VTuber 真的好累哦。真的，真的好累哦。那现在，但是，还继续做，是因为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做下去了。对啊，对啊，头已经洗下去了。哦，对啊，都已经洗一半了，不然怎么办？洗一半就赶快冲个水把它吹干，不要继续洗。
那也要就是怎么讲，就是也要找好下家才会那个吧。啊，你说惊人发言传递给下一个人啊？哦，传递给下一个人你。说的下家是这个意思吗？对，要这样子理解可能也没有错，哦，对啊，就是我想一下哦，就我觉得目前当 VTuber 整体来说还算是蛮开心的。对，就是有一个不同的怎么讲，认识人或者说抒发的管道。真的。对啊，嗯，对，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挺好的。所以你问我说会考虑毕业吗？暂时是还不会啦，因为就反正自己个人是做，也好像怎么讲，没有什么好损失的。对，所以就继续这样子持续做下去，好像也没差。嗯，那如果真的有想要可能往更好的地方发展的话，那当然就是去投企业室啊，看有没有办法转身啊，这样子。反正够爱你的人会认出你的。可以这样讲吗？对，应该是可以。对，这样子讲没有错。残酷的事实，对啊，残酷的事实。对啊，真的是人往高处爬。就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个人式的 VTuber 都会希望说，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热爱这个产业，热爱 VTuber 的这个身份的话，那你应该也会想要。先不要讲说有没有付出什么实际的行动，就是光用想，大家当然都想要去攀附一个比较稳固的枝干啊。对啊。对啊，要先那个欢迎降落一下吗？没错，感谢千招，哎呀，这是我的荣幸，感谢千招的降落，太欢迎了。哇，降落初见啊！杠发大财，你好，安，大家晚安。哇，发大财！对啊，我们很需要哎、很需要哎、哦，我们刚好正在讲那个转身成企业式，跟发大财蛮有关系的。对，发大财就是我们想要发大财的话，直接转身成企业式，绝对会是一个比较快发大财的方法。虽然也不一定啊，但是一定会比现在赚得多。毕竟有资源嘛。对啊。对啊。就可能。也不太可能，就是一转身成企业式就什么月入10万之类的，但是至少啊，我们假设一下，企业他们通常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是他们底薪至少应该都会有个1万块。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当 VTuber 个人式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有办法收1万块吗？没有办法啊，对不对？我要哭了。的确，对啊，蛮不稳定的。对啊，对啊，蛮不稳定的。虽然就是你真的，就算你真的顺利转身了，那你可能最惨就是领那个1万块的底薪嘛。那通常会比个人是快乐哦。钱的部分。快乐吗？钱的部分啊，对，钱的部分，对，钱的部分。会有不一样的压力啦。对，没错。当企业式 VTuber 真的也是很辛苦，跟个人是不同辛苦的地方。对呀。对啊，所以就是，所以我刚刚说的找好下家，在结束的部分是指就是可能找到企业要收我之类的，像类似这种。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以为是抓交替叫别人出道，你就不用开台。你说换个灵魂的概念吗？当然不一定。抽换灵魂，那是会蛮受到挑战的一件事情。的确。哇！我突然发现有人讲了很恐怖的话，说你就算变成生鱼片，他也认得出来。太有点感动，但是又有点可怕。我最近刚好也蛮想吃生鱼片，好，越来越危险了。没有啊，不会啦。金鱼应该不够你塞牙缝吧？金鱼没有人在吃吧？应该不能吃。没有啦，谁会吃金鱼啊？都是刺，都没有肉，然后又那么小一只。对，好，太可怕了，先不要。哦，猫卡爱说的跟我有一个，好啦，我也不怕大家知道啦。之前有投过几家企业室，这可以讲吗？
也没有不能讲，可以吧？可以吧？个人是有什么不能讲？是没错，真的，个人是真的好自由哦。对啊。反正我本来有想过要投，但是我现在其实蛮确定自己可能就是真的一直当个人事。主要有一个原因是我想做的事情就很不符合大部分企业是想要的一些商业上的取舍，比如说我可能会想要一半的节目是全台语的，这个太难赚钱了，所以我目前毕竟是个小众。对啊，我觉得我的专长就不是在比如说什么恋爱感，没有，然后什么我跟其他男 V 被凑 CP 算不算恋爱感，我是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没有。对，然后唱歌上我也不是最顶的，那我真的觉得我的特色就是会有一些怪怪的企划啦，然后再来就是台语了。那我感觉这个不是大部分企业是会觉得能赚到钱的，或是想做的，所以我基本上目前就是觉得我应该是不会去投企业师，就是 never。对啊。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新的企业的乡，他们要争全台语或者以台语为主的 VTuber 的话，你还会想要去试试看吗？有可能有可能啊。对，是有可能，还没有遇到适合的机会啦，还没有遇到想要这样做的乡啦，就是没有看到有，然后还公开征人的，目前没看到。对啊，有人看到也可以贴给我，贴一贴我就转身了。如果可以带皮的话也不错啊，就是现在也蛮多是那个不一定要你变成新的身份，也是有一些是你可以带着原本的身份，然后就是加入人家的那个是麾下还是毛下？麾下啊，不旗下，对，旗下，对，有的话也不错。刚好大仔问企业是有没有时数压力，那我也偷分享，就是我之前看到的。有在征人的里面蛮多会调查说你一周可以开多少的，所以我想肯定是有，一定有，因为毕竟人家要赚钱因为他会要求你时数，基本上就会有底薪。他既然要给你底薪的话，他总不可能一个月开8小时台的 VTuber 跟一个月开30小时的 VTuber， 然后都一样给你一样的底薪吧？不可能啊，他们一定会有那个合约上一定会写。就是要求你最低的直播时数要达到多少这样，然后还有什么准备时数要达到多少这样。没错，我的认知也差不多40小时左右是好像比较常看到的，虽然我看过可能没有你的多，对不对？不一定。从业人员是吗？我也没办法去看人家的合约啊。看别家的合约。对耶，可是因为我有就是。对啊。曾经还想要投的时候，有去看看不同家的，所以有知道那一点点。对，比较早期的台湾 VTuber 企业比较会在招募那边就直接写说要求，一个月时数要多少，然后最近2-3年好像大部分都不会写那么明的。对啊，因为就你知道这个圈子越来越卷，他会有一格叫你填，但他不会告诉你他觉得多少算及格。啊，对，我看到很多是这样。的确。好，结果我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如果我现在重新出道一次，越聊越远，我会做什么改变？我想想，好像没什么好改变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最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全台语，然后我那时候甚至连那个什么标题跟说明栏都打全台文的。很厉害耶！可是实际上就是看得懂的人跟愿意看的人就会变少，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许不是一个适合我的策略，因为我会流量焦虑。对，然后我现在也确实改变策略了。我觉得如果可以早一点改变这件事情的话，也许我现在会更大红大紫一点吧。就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就出道一阵子了，那我们这阵子吸收到的这些经验，如果跟我说，不管是回到过去，还是我们现在 right now 重新出道一遍的话，那我们就是把这段时间吸取到的一些经验来把它转化成我们更好的经营方式，这样子。对，应该就是这样子，对啊。但也没关系啦，毕竟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那样子做，我现在可以常常拿出来说嘴，也不错。确实，一个心路历程的分享。没错，对，没错。也挺好，都是经验。对呀。
有时候做出一些有点后悔的选择的时候，也是可以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待它。对，我觉得没有到完全毁灭你的人生的话，应该都还好。没错，就当经验吸收。哇，这个我已经有很明确的答案了，但我先问问你，如果可以从你的生活中移除一项阻碍，你会移除掉什么？移除一项阻碍，哇塞，这个可以很具体，也可以很抽象哎。我觉得都可以，我的答案蛮具体的，大家可以猜我的答案，我觉得有人猜得到。哇，感觉你的答案就是会那种很直接的。对，很直接，然后就也蛮单纯嘛，意外的简单的答案，可以很有效率的做出实质的改变的那种。对。移除掉一项阻碍会移除掉什么？哇，移除掉一项阻碍，穷算是一种阻碍吗？这好问题，也有观众说钱我的天，这太作弊了吧？这我会选，可是谁不选？不是，如果你有无限金钱的话，你不就是想做什么都可以吗？就比如说，我觉得街坊捡不完，压力好大，我可以全部外包我的天啊！对呀，好赞哦！我觉得这是个好答案，但是太作弊了。我们可以有别的答案吗？别的答案，钱能解决的问题超多对啊，钱能解决的问题真的太多了，移除掉一项阻碍哦。如果以我自己个人的话，应该是健康问题方面的吧。跟我想的，我的也是往这个方向。就是身心健康方面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我们已经都到了就是会觉得身体健康很重要的年纪了吗？就是真的是除了钱以外，对，除了钱以外，就是身体是真的是无法取代的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工具。真的，的确。对啊。让我来分享我的答案。没问题，请说。头痛，因为我蛮常会头痛的啊，是真的很困扰，那确实很具体的一个阻碍耶。对呀，就是很偶尔才会跟大家说，就是我有时候会头突然很痛，就是我感觉一像就是吃普拿疼的那种。对啊，我会马上吃。那天哪，吃完了还没补。我没有嗑药，嗑药。对，要赶紧去补货一下，去交易一下，去跟药房阿姨交易一下。普通的交易，为什么讲交易听起来就有点很像是不合法的？嗑药啊？不行啦，戒断的时候会更痛吧？我是没有嗑过，我不知道啦。我应该没有到成瘾吧？我应该是1个礼拜、2个礼拜痛一次才会吃。那应该还好。是也还好，没有还好吗？我不知道，因为我看过更扯的。我之前打工的时候，我的老板是2、3天就在头痛，然后就常常看到他在吞药。他说真的假的？这样很痛苦超可怜的。头痛真的是会，就是没有办法做事情的那种痛对啊，很困扰我事情又一堆，我根本没办法停下来。天啊，对啊，你又是那种停不下来的男人。停不下来的男人吗？听起来超好笑，像什么热血运动那种里面会出现的。但我其实不太运动，就是停不下来的火车，生活停不下来的火车。那倒是，太贪心了。好，太贪心了。那我们来看看，哇，有人还推荐可以改吃那个叫什么改元什么元的，有个叫什么元的，好像有听过。改元吗？日本的吗？它就叫改元吗？原来如此。改元。真的假的？吃生理痛的是效果更强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吃生理痛的，毕竟我是生理男性。真的假的？生理痛的那个可以治头痛我不知道我对药学没有研究。我也没有研究，但是我生理痛都是吃改元的。没有业配，有效，真的有效，生理痛有效，对吧？
对对对，生理痛有效，但我不知道头痛有没有效。原来如此。哦，头痛也可以吃，可能很多止痛的那个运作方式可能蛮像的嘛，然后蛮常看到那种止痛药，就是什么牙痛也可以吃，头痛也可以吃，生理痛也可以吃。大家对那个止痛药很有研究哎。大家在那边推荐药好好笑，我们变卖药台了。你们对啊，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进到那个常常要吃止痛药的年纪啊？哇，你们推荐布洛芬哎，对啦，我都吃布洛芬。哦，对，没有人想知道，但是唐突的分享了。嗑药台，对，变嗑药台，我的天。好，这个好怪的问题，你喜欢哪一部卡通或动画？喜欢哪一部卡通或动画？动画电影可以吗？我觉得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塞得进这个，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对。如果电影也可以的话，我最喜欢的一部动画是《神隐少女》。哦，它改变了你一生吗？它改变了我一生吗？是不至于，但是就是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整个故事的怎么讲氛围吗？架构、世界观，绝对不是因为我喜欢白龙。啊，你是白龙？所以我也喜欢他没错，但是角色不是叫主音塔矢亮不是，没事，不是。对不起，烧起来了。没有，没事，我也觉得蛮像的。我没礼貌，我又没礼貌。不会啦，我也觉得蛮像的。对啊，而且我很喜欢看白龙跟塔矢亮的梗图。哦，之前很流行嘛。对啊，就是我终于想起来我的名字了，我的名字是塔矢亮。超好笑，那个真的超好笑。真的很好笑啊！天哪，哇，那我想想，琥珀竹很香。哇，我喜欢的卡通或动画，自己答不出来，好好笑。有人问为什么喜欢的太多了，为什么卡通跟动画分开？哦，我说的动画可能像动漫吧，对啊。然后没有啊，我就怕被骂，但是好像有道理哦。动画应该是包含动漫跟卡通。我喜欢的卡通，我蛮喜欢看美式卡通的。哦，真的哦？对呀，然后我自己特别爱看的有那个叫什么？中文叫做神奇小卷毛，然后英文叫 Steven Universe。我觉得它里面蛮多内容，其实蛮有深度的，探讨一些就是什么是爱这种问题。哦，蛮有趣的。我虽然看一下，看中文翻译会觉得看起来很像一个完全给小朋友看的，对，但实际上看了原文之后发现，哦，还不错。哦，我没有看过这个哎。这个我也是被推荐才去看的，本来从来不会想看，因为它的中文翻译听起来不像，没有感觉到是什么很有深度的内容。有时候翻译真的会影响，吸引人。对啊，没有吸引到我。对，这没办法。我自己是蛮喜欢的，然后如果有很喜欢听歌的话，里面很多首歌都很好听哦。推荐给大家。没错，我是真的在偷推荐，然后我不知道疯狂暗示。对，那个叫什么乱介绍一下，就是当初推荐给我的人是一个很爱看百合的人，然后他狂嗑里面的 CP，所以他才推荐给我的。对，他是为了看 CP 才嗑 CP。对，但是我看一看发现，他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只有嗑 CP 而已。对啊，但是有喜欢嗑 CP 的人可以去看。没错，已经有人在讨论谁是无性恋什么的，谁是双性恋的。大家都有看吗？可能有些人有看哦。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我觉得只剩我没有看。我赶紧的去补一补。该看了。该了。好，我下次考男系列就找你来考你有没有看。最近不是有人发推特吗？你有看到那篇推特吗？好像有，我有看到那个在讨论考男。对，就是什么跑去看电影，然后考他电影里面然后要列5个问题，然后说什么女友一题都答不出来，真的傻眼这样。我觉得超好笑的。
虽然跟转盘无关，你有遇过考男吗？我有遇过考男吗？好像没有。哦，太好了，太好了。对啊，好像没有，因为如果这种人通常不会跟我变朋友啦，更何况是交往。有道理耶。没错，那时候有人转，就是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推文给我看，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还在一起的话，他是不是其实蛮喜欢被考的？也有可能这搞不好是他们的一种情趣。对呀，对呀，我们要尊重啊，不要笑人家。对，有可能是他们的小默契啦。他喜欢被考，没错。可以来点辛辣的话题吗？拜托了。辛辣。对，最喜欢逼迫来宾讨论一些辛辣的。哇，这个好像有点深欸。哦。你支持无条件基本所得吗？哇，无条件基本所得哦。我觉得有，但是我觉得以台湾来说，实行上蛮有难度的。就它可能会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考量到现实，我不敢想。有道理，有道理。因为我自己，当然我放进来的问题，我自己也是有想一下。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欸。就是的确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受惠，然后像比如说，我就随便举例啦，我没有说我多伟大，但是至少像我目前在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比如说做一些台语相关的内容。可是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真的没办法为我带来什么财富。那如果有无条件基本所得的话，我会过得比较好生存一点。所以我觉得确实有一些人在做的事情可能是赚不到钱的，但是他是有对社会带来价值的。那如果这些人可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能够有一些基本的生存所需的金钱的话，好像还不错。可是这个政策确实很难防止，就是会不会变得很像，可能像就我想想怎么说，不是啊？那如果所有人都不工作，你要怎么办？对，这个是对啊，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对，就是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之下，要实行这一个政策，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我是觉得你看像，如果可以有的话，就是我会受惠啦，但是没办法防止这个政策不会被玩坏。对啊，而且国家的财政真的有办法支撑这样子的政策吗？也是一个蛮大的问号的。对。就我所知是有一些国家有在小规模的实验，那我觉得实验看看可能就会知道它到底有多可行或是多不可行了，所以好像还需要观察一下。也许人类还没有真的进步到可以有这么理想化的政策实行。对啊，像现在那个什么清寒家庭、低收入户那一些，都已经有很多可以玩坏了。对啊，就已经有很多他们根本就超有钱的人，然后去可以领这些补助。对啊，那更何况是像这样无条件基本所得的程度。没错。很理想化，但是不知道怎么实行。对。哇，那这样我算支持吗？我应该是觉得要再想想。我也觉得要再想想。对。考量到现实条件。有人说无条件基本所得，确实我有听说过这个说法。有些人是主张就是这个做法可以防止一些真的穷到他已经没有选择，所以跑去抢劫的这种。据说他的主张是可以控制得住啊，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这个可能要实验看看。我是觉得有点难啦，人都是贪心的。而且有些人他会很缺钱，不一定是因为他就是真的穷，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滥用一些成瘾物质。他如果是因为这样才缺钱的话，好像没办法靠这个就解决问题。对啊，你今天给他3万块，他不够啊，之后就会跟你要4万块，然后再之后就会跟你要5万块。对啊，如果是不当使用一些东西的话，的确有可能变这样。对啊，没错。
但可能有些人没听过这个概念，我觉得了解一下还蛮有趣的，就是你会知道原来还有这种想法，对，多方了解。对呀，我觉得有时候多了解一些陌生的事情还蛮好玩的。确实。哇，温馨温馨，你有没有什么自我疗愈的仪式？比刚刚那个温馨多了吧？确实。自我疗愈的仪式或小 pebble。没错。自我疗愈的仪式，我觉得可以很小。仪式哦，仪式。我想一下，我会做什么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吗？跳舞吗？跳舞吗？跳舞好累哦，那个一点也不疗愈。那个不疗愈哦，那个不疗愈，不疗愈啊，那个很累。要帮你宣传吗？你最近好像蛮爱跳舞的。就是那个金鱼玲玲有一个那个埋藏在心中已久的梦想，就是想要当偶像，所以开了一个副频道 AKA 附件频道 AKA 跳舞频道这样子。对，原来副频道大家如果有兴趣看。附件的附哦。对啊，副频道的副是附件的副，没错。好，就是这样。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看金鱼人跳舞的话，可以去看看，可以去逛逛。然后我们这个频道有3大保证，但是我现在有点忘记是哪3大。我记得有一个是那个绝对不露脸，然后有一个是绝对不会有肉色，然后第三个我有点忘记是什么了。好像是那个我想起来了，那个在我可以做到的范围保护自己。理解。还有没错，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很怕就是看到 VTuber 的中之人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频道应该也不会踩到你的底线，可能不太确定，它的底线的那个程度不太一样。好吧，但是现在让我最震惊的是跳舞居然不疗愈吗？对，不疗愈啊，很累耶。你知道那个怎么支撑你继续跳呢？没有，它就单纯只是一个追梦以前没有完成的梦想。对啊，的确，追逐梦想很多时候都很不疗愈，是真的。对啊，真的，就只是觉得说应该要趁着就好不容易都来这个人世间走一遭了，要做一些就是以前想过或者是没有真的去达成的事情，把它做一做。真的。对啊。推荐大家都试试看啦。一不小心就一回神你就已经出道了。对，我都很喜欢教大家出道。先做再说。没错，可以先做再开始想，不一定要先想太多再做。对啊，有时候要做了才知道要怎么想嘛，对不对？真的。你做了才知道什么适合你，什么不适合你啊。对啊，意外的很喜欢也是有可能。对，没错。对，其实我一开始好唐突，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没有很想做幕前的表演，我一开始比较想做幕后的，因为我对自己的本来是没有那么有自信，也没有觉得自己会那么喜欢开台，可是真的开一开就发现自己其实蛮喜欢的，因为可以把一些自己很想讲的事情，就是很直接的跟一堆人同时讲，分享出去，然后又可以跟大家交流想法，这样。对啊，我一开始会跑出来做，是因为想说完蛋了，都没有看到有人在用全台语开台，觉得这样不行，把自己推出来做。然后，虽然现在没有继续这样做，可是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好像还蛮喜欢的啦，所以真的是没试过之前不会知道。确实。没错。结果都没有回答到问题不然我先回答。对啊，都没有回答到问题。好，你先。我的自我疗愈很简单，就是我真的觉得很 emo 的时候，或者真的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去喝摩卡去冰加1份浓缩。很详细耶。很详细。有指定哪一家吗？没有，因为没收钱。原来我有比较常买的。我还是不要讲好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在某一家咖啡店打工，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跟我还不错的前同事，那时候是同事，现在是前同事，然后他刚好调到离我家蛮近的店，所以我有时候去的时候，他因为我们店会有那个免费可以喝的额度，
他都没在喝，所以有时候我去，他刚好在，他就会给我免费的，所以我每次都可以去，存着一个抽奖的心态，就是我去了，我说不定不用付钱。哇塞，很赞呢，超爽，就更好喝，免费的更好喝，真的特别香。对，所以我最常喝的就是免费的。免费的摩卡去冰加一份浓缩，没错，哇，你记起来了，哇塞，记忆力从来没有那么好过。中毒比较深，所以我都要加一份。啊，原来，对，原来如此，好无聊的仪式哦。不会啊，我觉得蛮棒的啊。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就这种小小的东西，只要它有效果就好，不一定要很麻烦。对啊。而且你特地为了他出门呢？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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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耶！很厉害吗？有交通工具啦，还好啦。对，你还要用交通工具，还不是走路就到哎？啊，是没错，但本来就会需要买饭，所以也还好啊。确实，但还是有啦，有那个仪式感的感觉。我刚刚会在那边想半天，是因为。仪式吗？把它想的比较复杂嘛。对啊，就是感觉好像要很慎重、很隆重的感觉，也没有到隆重啦，就是拿个蜡烛，然后跳一支舞，然后念一点什么台词，这之类的，然后要先喷一下那个什么艾草香氛，驱邪这样。原来如此，还要含一口酒，然后喷雾这样喷出来，这个做法吧？那个是做法，这是做法，这个仪式有点难呢。疗愈的话，我通常会可能看书吧。哦，对，看书对我来说，它会是一个放松的时间。你是看什么样的书会觉得放松啊？看什么样子的书？我的。EL 吗？你这样子一讲，我有点心虚，因为我的书架上全部都是那种推理小说，就是什么、那很有营养吧？什么杀人事件啊之类的，感觉蛮有营养的，感觉会变聪明哎。不会、不会吗？不会。你知道看是一回事，有没有学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有疗愈到啦，有疗愈到。对，就是会看到一下子被肢解啊，一下子被吊起来啊，然后一下子淹死啊之类的。你是想看这个部分哦？没有，没有，我没有想要看，不是特地想要看这个部分啊，只是因为你刚刚说，就是看哪一类型的书会起到疗愈的作用、放松的作用，然后我想了一下，我看的书好像都就是有一点点刺激，但是刺激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放松。可能吗？其实我有不太确定。同感，对，有时候啦，需要看一些。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比较偏，对，就是让自己抽离出自己的生活，然后进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对，那种很明显已经不同世界的，会更有那个逃离这里的感觉。对，有时候会这样子。没有错。虽然书里面那些被杀掉的人也很惨，但是至少不是我。太好了，长途推荐，我蛮喜欢那个一个叫《枪弹辩驳》的系列的，它是推理游戏，然后它就是会把你，就是随着剧情推进，你可能会对一些角色开始有点喜欢，开始有蛮爱这个角色，然后他就会凄惨的死去，非常的非日常。喜欢刺激的话可以去玩。好的，没问题。枪弹辩驳有听很多人推荐这个 IP， 好玩，蛮喜欢他的画风跟他的制作人的风格的。好，来看看下面一题。噔。哦，结果不是如果可以跟一个名人共进晚餐，你会选谁呢？应该可以自带那个口译之类的，不然选项会变少。这题其实就是
我们今天开台之前有微微的跟火蛇讨论过，是，对，我没有想到真的会转到这一题，我很期待，超级好笑。你很期待吗？对呀，我那时候跟你讲完以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再想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有趣的答案之类的。但是我想了半天，我实在是想不太出来第二个了。没问题，我觉得大家都蛮想听的啊。真的吗？我觉得我的观众会想听。很好笑。我的话，我会想要选五月天的阿信。你想要跟他吃什么呢？我想要啊，吃什么没差啦，反正就共进晚餐嘛。对啊，那不是重点。但是，就为什么我会选他呢？因为我想要问他说，他为什么要当中国人？你有想过找其他的杨丞琳之类的？但是因为五月天是一个就是我喜欢了很久的一个乐团，对，所以就是当时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很难过。他们甚至很早的时候还会写台语歌，对，就是他们当初还会帮民进党唱歌。对啊，他们当初会。对啊，就是我是抱持着一个悲痛的心情，想要问他这件事，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网络上大家这边臭，大家这边讲是大家在讲，那这件事情问本人最清楚啊。你是发自内心的很想问？我是发自内心的啊，因为我真的哇，我的青春都给了他们，也没有都给他们啦，就是我的青春真的是很大的是，对，是五月天陪我长大，蛮大一部分的。然后再加上当时我印象超级深刻的，就是那件事过一阵子之后，我去看了那个 One OK Rock 的演唱会，然后他们的主唱在中间的 talking 的时候就说，他们的经纪公司其实一开始是不支持他们往海外发展的，应该也不是这样讲，就是我想想，原文是说，没有很支持他们去开海外的巡回演唱会。不知道原因，就是主唱没有讲。然后，但是因为他们想要让全世界听到亚洲的音乐、日本的音乐，他原文真的是这样子讲，他就讲亚洲的音乐、日本的音乐，他们想要让全世界听到。然后我回想到五月天，就是当人家在努力的让全世界听到自己国家的音乐的时候，你却在别人的国家说哦。我是这个国家的人，这样子，什么意思？对，我这种印象真的很深刻，就是，也会有很多人把 One Ok Rock 跟五月天拿来这样子比，虽然我觉得这样子比不太正确，因为他们虽然都是摇滚乐团，但是就毕竟不同国家嘛，然后就是各种。条件下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比有点不公平。但是，就当今天同样都是我喜欢的音乐创作者，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就会觉得很怎么讲啊？不生唏嘘吗？有那种感觉。对。有可以有蛮有共鸣的，蛮有共鸣的。真的。不过我不会选他，因为我可能我没有想问吧。我觉得就是他已经选了，那从今以后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中国人了。我觉得那就这样吧。对啊，在我心中已经有很多人都变成中国人了，也没错，他们自己讲的没，自己选的。对，他们自己讲的。对，他们自己选的。但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回来用健保，毕竟都已经选择当中国人了。啊，对啊，确实。如果可以跟名人共进晚餐好难因为刚才唐突聊到枪弹辩驳，那我有点想跟小高和刚共进晚餐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做游戏的梦想，还没有完全放弃，但已经差不多有放弃7-8成了。对，对，但是就我不知道我觉得
我觉得只要是对某个领域有兴趣、有热情的话，就会想要跟那个领域做得很厉害的人聊聊天吧，应该。可以理解。对，所以就会想跟他请教，或是闲聊，或是攀关系也不错。确实，对呀、确实，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会是有收获的。没错，还可以推荐他台湾美食。最近不是有那个吗？没错，小岛秀夫来台湾玩啊，对，他 PO 超多的，他把台湾拍得好漂亮啊。对啊，真的哎，真的，谢谢他喜欢看到都吓一跳。没错，欢迎啊大家来台湾玩。真的。虽然那个看台的可能大部分是台湾人，就是了。没错，确实。好辛辣哦！终于有满足我辛辣的愿望。终于等了这么久。对，那个转盘还是会完成效果的。哇，你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啵吧。啊，呼吸吗？呼吸的部分吗？超好笑！完了，我丢了一个没有人接得到的。那是什么意思？那不是吐泡泡呼吸吗？对，就是金鱼语的部分。啵。哦，是金鱼语哦。对，刚刚那个是最擅长的事情，然后认真讲，最擅长的事情找理由吧。对，那个今天开台前遇到一些设备问题，他帮我的电脑找理由，超厉害。没错，帮别人找台阶啊。我很会耶，我很会帮别人找台阶。就像刚刚那个五月天的阿信，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他也许不一定是他真的就是打从心底这样子想，不一定是他就是在谄媚，这也有可能是经纪公司的操作之类的。对，这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哇，有人问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我知道，因为金鱼会布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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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听过吗？救命！你没听过？真的假的？我好像有听过，但是没想到会是很久以前。好，谢谢 A 杠。救命哦！好，那你蛮擅长原谅的，就是可能我比较原谅吗？我不知道啦，我就是比较那个叫什么呢？那个词叫什么啊？那个愤世嫉俗，对。愤世嫉俗。我是一个喜欢愤世嫉俗，然后又很会记仇的人，所以只要我看到谁做哪些行为，我觉得莫名其妙，我就会开始恨他，我就不会想说他有什么苦衷，我就没在管的，就先恨，然后还找朋友一起偷骂，超好笑，很扭曲的人，先讨厌再说。对，但的确有时候会发生一种事情，就是本来先痛恨某些人，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他还不错哎。对误会啦，误会，对，没关系，反正不要被他知道你讨厌他，就没有损失，这是最重要的，没错，只要当事人不知道就没关系，没错。但是我也不太会原谅人哎，我超会记仇的，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我可以记很久，然后我会在下一次你再对我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再拿出来讲。我是会拿出来讲给你听的那种。你是说什么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做了某件事？不至于那么清楚啊，就可能会跟他讲说，我怎么记得你好像3年前的时候有做过类似的事情，然后你那时候怎样，然后呢，现在你又给我这样子之类的。哇，那还蛮会记仇的。就我比较不会说很明确的去讨厌或是去恨一个对象，还是对事不对人。我可能顶多就我顶多可能只会觉得说我跟他合不来。好健康哦。这样。对啊，因为我觉得要去产生讨厌跟恨的情绪，有一点太消耗我的精神了。我觉得你讲到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可能像是对你来说，可能就是这件事情是比较消耗精神的，所以你不需要主动去恨人。那
可能我最近真的情绪很暴躁，对我来说就是先恨心情会比较轻松，然后之后如果我发现他还不错的话，我就承认我看错他了，然后我就可以对他改观，然后那时候心情也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在让自己心情好，然后也不会真的伤害到对方的感受的前提下，就是可以看自己怎么样对自己的心情最好，就那么做吧，就那么做吧。没错。就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抒发心情或是表现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对，那就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好了。没错，首先不要亏待自己就对了。没错，但是也不要恶意的伤害别人。对啊，就是可能最后也只是他把你骂回来还是怎么样，最后你还是受到一些伤害，那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对呀，没有错。哇，那我擅长什么？我想想，记仇，记仇吗？擅长愤世嫉俗。对，擅长愤世嫉俗，那倒是真的。真的假的？你要不要再想一下？好像蛮多人会说我擅长台语，但其实我觉得还好，我的观众比我擅长。对，我觉得我的台语跟一般人比起来吧。对，我觉得同时也是可以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不用真的在某个领域做到100分，你还是可以出来跟大家分享。像我觉得我真正擅长的事情就是把一些可能没有想过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吧。像我就会想要用台语去做一些没看过有人用台语做的事。对，虽然我蛮会拖的，所以我很多都还没做，但是之前有想要用台语有用 RPG Maker 做一个可以用台文玩的游戏。但我现在很久没有更新了，但是就是会想要做这种事情。那虽然我做游戏也不是最强的，但是虽然我做游戏不是最强的，台语也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愿意去做跟去尝试，好像比较重要。我觉得我擅长的是先行动再说。确实。对呀，没错。蛮希望我的观众都可以出道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厉害，怎么不出道啊？啊，我知道你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了。叫别人出道。你最擅长不是？不是啊，你擅长把计划付诸行动，把想法付诸行动。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对，因为我以前是很爱想很多，然后都不去做的人。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有点想不起来我到底受了什么刺激。但是我现在就是会让自己先做再说。蛮好的，蛮好的。对啦，我还蛮擅长蹭流量的，我很爱找来宾来。你看我今天又蹭到大尾金鱼的流量。没有那个，我现在没什么流量可以蹭。我现在拯救自己都拯救不起来了，我快要那个不是溺死，金鱼不会溺死，我快要干死在那个路上河岸边之类的。鲤鱼王那样抖一下。对啊，我在地上，我在地上这样子弹。哇！好有画面感，好悲惨，好悲惨，救命啊！天哪！好，天哪！我想我还擅长什么？好像就这样子吼，应该是。好，遇见厉害了，谢谢。好，我们来看能不能转个刺激的，如果有刺激的我们就结束，没有的话就再转一个。这个好刺激哦！这个是我自己得不到答案，所以想要问来宾的。萝莉正太本应该被禁止吗？好尖锐的问题。我知道最近有在吵这件事情啊，最近有，然后大部分有在那个欧美圈啊，欧美好像不是在讲，对，但好像不是在讲本，是因为就是有萝莉外形的 VTuber 出道了啊，这个好像有听过，对，然后就是有人就有一点持反弹声浪，就是觉得你披着一个萝莉的外形，但你实际上又并不是，然后你的表演内容、你的直播内容又
又怎么讲，就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脏话，或是讲一些可能有点擦边的话题之类的，不小心带到这样。然后就在吵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合适的吗？你这样子是不是在增加所谓的恋童癖的那种风气？我觉得跟我们刚刚的第一题吗有一点像就是男生穿女装这件事情搞笑，会不会变成大家对男生穿女装这件事情的刻板印象？怎么说？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萝莉正太本本这种东西，你该怎么讲？就是这种东西，它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实现在生活当中，所以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东西啊，来满足大家的幻想。就像有人来满足大家推理小说，超级好笑。不是，并不是，好不好？我没有想，我没有想要进行那个血流成河的动作。我觉得你说有道理，就有对啊，就是像那个一头说的，没有办法被实现，才需要这些虚拟创造。然后你说这些本它会不会造成大家可能恋童癖更严重？我觉得，但凡你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对，你是有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成年人，你在那边看本的时候，应该都会知道说这个母汤吧？有道理。就像，对啊，就像有些我们不要针对萝莉正太本，就一般的本，或是一些片吗？不晓得，我没有研究过，它里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强迫的剧情的这种。那你看到这些强迫的剧情，你会觉得说，哦天哪，强迫好香啊，我也要去强迫。对，你会吗？不会吧？我不会，我看起来就不会。对啊，对啊，所以看归看啊，会不会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有道理。对啊。我懂了。所以如果因为有些人可能分不出来就要去禁止的话，其实是为了那些不正常而且没有判断力的人，去限制了其他有正常判断力的人可以享受这些娱乐的自由。我觉得你说的很好，你总结的很好。没错。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是因为我自己不看这种题材的，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因为这个东西被禁止掉，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可是那是因为我没有在看，所以我自己好像很难就是有一个单纯的我自己很难有一个直觉的认为对或是不对的那个一个答案啦。但是我觉得你提的点还蛮让我很容易可以得到一个我觉得合理的答案的，就是像我刚刚被说好像总结的不错的一样，就是如果因为一些不正常的人反而去限制了有正常判断力的人的话，好像不太对。对啊。而且我觉得那种作品里面的所谓的萝莉正太跟现实生活中的小朋友还差蛮多的。对啊，现实中的萝莉跟正太吵得跟什么样，超讨厌，然后又很臭。对，还会在那边跳一些抖音舞，然后那边对啊，科目3，对，吃魔芋爽，对啊，然后写简体字，不要，然后什么西红柿，不要，猕猴桃，再见了，头好痛要吃改元了。对啊，就现实当中的萝莉跟正太，到底谁吃得下去啊？各种意义上来说，对啊，就是有些那个什么电影里面那种复仇，然后去把仇人杀光，你可能觉得很帅，但是现实生活中普通的通缉犯，跟那个应该差蛮多的啦。对啊，就是媒体作品里面会比较美化，有很多东西大家要有正常的判断力哦，要知道哪些是虚拟的，哪些是真的。
没错，当你开始觉得本本里面的事情是真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要离开你的电脑，离开你的那个幻想的世界，出去走一走，好不好？摸摸草，对，对去爬爬山，对，应该也不会有人散散步。因为看了一些超农起司就去对狗狗或猫猫动手吧？哦，对呀，哇，这个举例很好。对，应该不会吧？也不是真的完全没有，但是那是少部分有问题的人，我们要保护，就是对啊，我们要知道那是他们的个人行为的问题，而不是归咎于这些创作。对，那是对，就像你说的，那是那个人的问题，不是是不是萝莉跟正太的问题。感觉我们对创作的限制真的是要小心点，不能太任意的去限制这些创作，感觉会剥夺很多怎么说呢？可能因为我这个创作者，我觉得创作自由还蛮重要的，而且有时候艺术创作是真的可以带来很多就是对整个社会可以带来一些蛮大的反思的。对，如果我们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对啊，没有错，没错，就是这样。哇，太好了，得到了非常有营养的答案，算是解开我自己的想不出答案的问题。好欸，太好了。哇，那我们今天好像其实也讲了蛮多的，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宣传的呢？宣传吗？那个最近玲玲还困在那个工作地狱里面，所以下一次开台应该可能会是下个礼拜的事情了。就是先跟大家说个抱歉，但是我们的那个附件频道会持续稳定的每周更新。虽然不是很疗愈，但是会继续更新。对，但是会继续更新。太好了。好耶！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让你早点脱离水深火热吗？还是其实大家也帮不了？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因为毕竟活动日期就摆在那里，加改期。只能为你送上祝福了。或者是帮我开一台挖土机冲去会场，把它夷为平地这样。好那就是请观众朋友们就是自己约一约，然后分摊一下那个租挖土机的费用好了。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愿意承担那个赔偿跟这个会有刑法吗？好像不会，民法。如果伤害到人会不会有问题？对，小心不是啊，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啊。然后如果有人真的去做，然后他就翻这个直播档说是那个 VTuber 教唆我去的，我就会被约谈呢。这是那个做效果，不是大家是要当那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人哦。对，要当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马上我们刚刚讲了，对啊，刚刚讲的这么多，就是为了在铺这一课，好不好？很会铺，太强了。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吗？你要宣传吗？我自己也可以宣传，我想起来了。对啊，这礼拜好像没有做太多太特别的事啦。那明天就是因为我现在的那个深聊话题的转盘，我分成了适合2个人的跟适合我一个人叽里呱啦的，所以明天我要来自己一个人叽里呱啦。如果有喜欢听这种内容的话，明天可以再来。对，然后明天就是下午5点，明天礼拜2下午5点，我会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开那个自己的唐突深聊转盘。那也蛮欢迎大家就是在聊天室跟我一起聊的，这样我才不会那么孤单，好不好？靠大家了，请了观众，明天5点不见不散哦。没错，明天5点不见不散，一定要看到哦，一定要看到大家哦。没看到的话，我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就是了。好，没有，你要说没有看到的话，你会难过啊。继续请了吗？好，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我会觉得我的付出都不值得。我平常对你们这么好，你们就连看我一个人唱独角戏都不愿意吗？好像有点 too much。你很擅长你很擅长很厉害只是平常累积的一些怨念，把它用不当的方式呈现出来，就会变这样哦。
好笑。好啦，开玩笑，开玩笑。那但还是蛮希望大家明天来的。然后下午5点有空记得那个没错啊。下班通勤路上也蛮适合听的，好不好？哦，对对对，没错。那不然就是真的不方便来不及的话，也可以补档哦，因为我很缺时数，谢谢。大家记得，一定要来。好，那我们就真的跟大家说拜拜喽。耶、大家拜拜。哎，等一下。我有开那个投票哦，我发现有23%的人还没有订阅炫灵，好过分哦！这23%的人马上去好不好？马上去订阅我们的聪明金鱼，你接受这个称号吗？我会有点心虚。好，那只好强迫你接受耶。原来是这样子吗？强迫接受的部分。没错。我们好久没有唐突的中断直播了，那我们唐突的结束直播吧，大家再见。好的，唐突，大家拜拜，再见。